看
卡甲以前古老无好，
我太太老了，我干我有我太太老，也干知道咯，干咱知道我啦，我无哦，啥无我行这条路较重要。阮奶奶啦，有听咧讲啥讲，这条路一定爱行，这条路你拢过我袂着啦，别人讲较袂你过我袂着，我都一定干你的别个，都一定爱做上天的。这正干是我自我的，若后天你拼较有白日拢咱吃无了拢咱拼，伊袂就去拼是讲咱人袂使相怨啦，有人欠面面嘛，爱甲减啦。若有动物来惊动物啦所以讲咱咧以前咧头路，唔通听人家讲啥，你咧怀疑咧听有理，你爱就系了了去爱坚信。所以讲咱以前你来行，各管咱人生路，甲咱讲幸福是对快乐的付出，你无快乐你哪会幸福？然后做人的快乐是困的，你无付出，你无去对人好，人才会对你好。你有付出，自然人对你好，含咱的家庭嘛，都幸福，都美满。所以讲，其实你幸福，还是爱对付出来啦。你无付出，哪有法度？下定决心，爱出离轮回苦，咱爱下定决心出离轮回苦。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做人艰苦，所以我现在嘛听见做人够负担，够艰苦的。从少年命到老，老后你通退休，你通生活后生结婚啊，新妇孙啊生，囡仔生落，安尼孙安尼分落来啊，安尼。咱老人讲，日本这拢较简单嘛想好少年来去拼少年来去趁钱现在在咧拍拼，伊去趁钱咱较无用无要紧咱较艰苦无要紧孙甲顾好势安尼。顾到家己孙无限，迄个等下顾到大无咱食老袂通得当袂得当要怎啊？人迄规家看土地享受咱老的来去养老院安尼有当无？嘛有好嘛足济啦，袂使去家己分啦，结嘛有去种的啦安尼。若要甲讲就干咱做人袂当，较知影互你负担你，若负担你安怎？你就袂晓做你若会晓安尼心情要大人救人，天公就天，万一就跳出这个苦海，安尼你就等啦。虽然人世间大家安尼拼到尾啊，无共款啦。像咱的电影啊，拄仔新年咧闹咧，大家去到袂好，三支香就开了，好，王爷公阿公无，你着安怎保庇安怎保庇，咱万一就心土黑啦。所以一年啊，当时叫你想你都今仔日为怎你搞拜？这甲我求就阁有，若甲求有大病院的哪去哪外面迄拢客满。带入病院敢无咧拜拜？无嘛。你外无偌济互神明，你甲伊要求神明甲伊保佑，你拜拜看有辛苦无？你甲讨偌济，讨几万过几万的，平安大胆是欠好心。也阁到地方，我就简单讲到遮尔啦，安尼啦。拜拜安怎？你甲骗，身体拢动，你咧食身体拢袂吃。若讲
会哦，大家去庙，提出咱就不行，迄个庙要安怎顾兄弟姊妹，即个人都无好顾，毋通讲啊，即个兄弟姊妹都歹顾啦，啊你若讲歹顾，我歹顾，我拢免顾啦，哦，虽然人歹顾，毋过爱提出你的理由，要用什么方法去家己顾，这就爱看咱大家啊，下迄个心境啊，啊下迄个功夫啊，哦，无然后道歉人心乱啊，道歉咱人心拢较乱，啊，要求道拢较困难啦，吼，大家吼巴肚济啦，通过去农业时代无共款，即近来人智慧拢真好，拢有手机啊，你有当时甲讲道理讲毋对，伊安尼是锁匙就知影讲你讲对甲毋对啊，所以即个讲道理互我讲较恐怖着，惊去讲毋对，因为即个言先有语吼，你若是讲毋对吼。伊看对都无兴趣，啊，我凊彩讲的啊，吼，人伊所是做咱即种艺术性嚟讲的，毋是安尼，啊，拢找迄个艺术咧讲，安尼一个下段时间即个科多人是先传人咧，所以我要讲出道理，有人时间就去所是是，迄性质安怎讲，哦，安尼爱讲出来才袂起，科多人伊甲所是出来，有影人性质安尼讲的咧，哦，人即个功夫讲较有影就对，安尼才袂起科多人啦。通用咱的理性来讲，用咱的理性来讲，用咱的看法来讲，足容易考出来啦，所以讲，即摆都袂遮现象啦，讲用地上的养上地上的人口啦，多伊啊，行好路爱紧时踏步啦，依顺真理，拢无清楚，并达到幸福自快乐的故事啦，就好啦多伊啊，听祝福。即条手爱抓好定落去啊，抓条啦吼。牧羊伊养上领土啦，多伊啊，行好路爱谨慎，谨慎踏步啦吼。依顺真理都无清楚，幸福快乐付出啦吼。这拢受伤，即摆过来，虽然有不足，千万莫爱服输。再努力，要用自信光明，如日春安尼啦。虽然有不足，咱人虽然有种种不如意还是不足，千万莫服输千万莫服输啦。不足无要紧，也要不足啦，毋通家己家己的心靠到家己，人讲无了讲习惯是咩嘢，讲有不足之处，但是咱家己毋通认输，多人咱家己嘛毋通认输，我无法度道理，我真系太强太厉，我叫他演技，演技较严格的，用什么方法才能结果？咱到遐就认输啊，上较早去学啦，学到尾人就是无爱，有人安尼去甲你讲，
所以我哋。